大門口呢度一入嚟，隔離就係廚房，廚房咁樣咯，咁樣呢度有啲櫥櫃，咁樣咯，跟住廚房，跟住廚房呢度通出嚟，就一個廳咯，一個廳，個廳都 OK 啊，OK 大啊，開燈先，咁樣咯，呢度一個廳咯，跟住呢度出嚟有個露台，個露台出邊。最衰呢度又對住條樓梯，跟住翻入嚟個廳，呢度入嚟一條走廊，呢度就係頭先入嚟大門口，隔離有個廁所，廁所。跟住呢度有兩個房，一個房都 OK 大，跟住呢度隔離又有一個房，兩個房。呢個應該係主人房，咁樣咯。一路行入嚟，有個廁所，沖涼。呢個位置，成間屋就係咁咯。出返嚟，大門口。